好，我要转换一下语言了哈，因为要介绍他用台语，我怕会讲的 KK 啊哈。谢志摩老师呢，是我在去年在听他的一场分享之后呢，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我们的核心同工退休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记得我讲过那个呼召那句定义，就是从他来的？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讲过，我们要一群人走，一群人一起走，比一个人走的那句话，也是从小摩老师给我的启示。所以在他给我的，虽然认识他只有短短的半年多，可是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一些特质，也从他的生命当中去看见上帝的恩典。那这次很高兴，邀请他，他就在半年前邀请他，就一口就答应，说没问题，他就来了哈。那我们教育部长傅春长老在邀请他，那我们很高兴今天他可以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些经历。那我不要讲太多，我讲太多，等就被我讲完了。其实不会，我刚刚说不要睡着哈，事实上是提醒大家，其实我相信应该不会睡着，因为在上一次我听他的分享里面，我还觉得好像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跟我们分享。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他分享他生命的故事，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去影响别人。所以我要把时间交给小摩老师，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各位兄弟姐妹平安，足欢喜来甲教会，甲你分享我上帝对我的身躯的祝福。我会晓讲台语，我会讲客话，我是客人。我会晓讲华语，所以我安尼换来换去使哩啊，好哈。我识讲广东话。我叫小摩老师，我现在在台师大。过去前15年来，我是在体育大学，那最后这2年跑到师大。为什么去师大？其实不太想去的，因为人家说师范教育蛮保守的。那我在体大15年，已经是创系元老，校长都是我同学了，副校长是我学弟。为什么要到台师大？因为我认为教育是改变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决定进入师大来训练未来的老师。因为老师改变，台湾教育才有希望，对吗？如果我们一直在埋怨教育，可是我们又没办法改变，那还是埋怨。那我就让自己到一个新的学校当新进教师，所以我在台师大是新进教师，所以很不容易。那年轻人都叫我小摩老师，所以等一下你结束以后，你叫我小摩老师，你就是年轻人，就这样子。你也叫我谢老师吼，你可能年岁比我较大呢哈。你年岁比我较大，你嘛会使叫我小摩老师表示你足少年的安尼。你家己决定，对吧？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年轻哈。那我喜欢这个英文字叫做 connection，connection 英文中文叫做连结、关系、连结哈。我喜欢这个字，为什么？我今天回去，我把 email 打开，我一打开，大概从全亚洲跟全世界，包括台湾，要邀请我去演讲的，光今天大概会有50场到60场。每天大概50场到60场，我一年大概差不多1000到1500场的邀约，每一年不一定，就1000到100场。我绝对没机会1000场拢去讲，1500场拢去讲，对吧？所以我要抉择，我要怎么抉择？我一定要在这1000多场当中抉择到剩下差不多100场，因为我还有工作，我在大学教书，我还有工作，包括讲道啊。我今天早上就在我的教会讲道，我不是牧师呢，我是大学的老师呢，我可要讲道。前几天搁咧讲道，搁布道，我的身份就很复杂非常有趣。我挑100场的原则是安怎，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在各地偏乡，全世界各偏乡做宣教，我很需要钱。所以呢，如果这一堂演讲完有大概100万到200万赞助那我一定去，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因为我做宣教真的需要钱，我大概需要2亿多那是一本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我一定会去。为了神的缘故，我一定就去要钱，就这样子你信不信？有一家慈济幼稚园捐款给我50万呢，然后
我就说我这个宣教机构到底要不要拿钱，要不要收啊？我想说啊，救助协会都收了，世界展望会都收了啊，我这个华人磐石领袖协会当然要收啊。各位可以看那个就是华人磐石领袖。当然收，可是我又担心牧师啊，假讲人是非基督徒呢，信与不信不合，同父一二，我就足烦恼哦，啊，就收好收，啊，伊奉献50万，啊，一个条件交换，我要去幼稚园演讲，啊，我本来以为要去幼稚园跟家长演讲，可是我去了以后是发现要跟3岁到6岁演讲，妈的昏去，我规个昏去讲3岁到6岁，你知哦，啊。演讲前2礼拜，因做啥物准备？我的书、我的纪录片，我所有的电视采访节目，都看了。啊，就邀请我去演讲，所以他看完，小朋友看到我之后很兴奋。他说：“哇，小魔老师电视跑出来了。”他就是这一场交换，50万一场演讲，好不好赚？蛮好赚的哦。但是对3岁蛮难赚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慈济幼稚园，所以就盘腿听我讲1个半小时哦，都没有人跑掉哦。我就超会教的啦，这100-200个孩子在那边听哦，而且还要跟我互动哦，你知道吗？讲完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本来很挣扎，对不对？很挣扎，拿了慈济钱，因为自己的信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怪怪的，我也会怪怪的嘛，我很老实的面对这个信仰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吗？过1个月以后，慈济幼稚园的园长信主了。要婚礼哦，然后后来他们2个老师也信主受洗了，你知道吗？所以老实讲，上帝不在意人在哪里，你知道吗？不在意人在哪里，只要他心里认识耶稣，那是一生的印记，你知道吗？他现在在我的 FB 都是我的朋友一天到晚感谢主。那你知道他信主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他具有实际动员的能力。募款的能力，募资源的能力，所以我说我要去尼泊尔，要50个足球，他在1个礼拜马上募完，超好的啦，感谢主，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慢慢觉得我的世界，我信仰的世界是由神的伟大来决定，还是用我的经验来决定？了解吗？了解吗？今天早上一个孩子 FB 给我，他说他最近情感出问题，所以情绪很不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我今天早上去拜拜。”我听到这句话，我说：“哦。”他说：“我也为你祈福。”我说：“谢谢你。”我说：“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他是非基督徒，他不认识耶稣，他只能用拜拜成为情绪的出口，对吗？他的心中的依赖的出口就是他传统的宗教信仰。那你绝对不能跟他在这个时候去说不用，我是信基督的，我要祷告，我不需要你祈福。我跟你讲，你不要把人家对你的爱跟尊重，把它变成一个信仰的教条来定他的罪。这个我们信仰就活很假，我们要活很真的信仰。什么叫很真的信仰？没有关系，谢谢你。他这种方式等于我们为他祷告，他接受，好，我为你祷告，一模一样，懂吗？如果人家拒绝你也不高兴了，我为你祷告，我是祝福你，为什么要拒绝？那同样的，他为我祈福也是他爱我，以至于我们师生的关系，我们才可以一起对话，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跟他同行。当他有一天认识到那个真神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信仰是真的，对吗？我们的信仰可以很大吗？我们信仰真的要很大哦。如果台湾信仰不大的话，我跟你讲，我们15%的基督徒都没有哦。我们现在才5-6% 哦。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大的话，我们可以装得下这么多人吗？我们现在的教会装不下15%呢，台湾的教会，对吧？装不下嘛，因为我们的生命先装不下，我们的信仰就装不下，对吗？就来溜嘛，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的人来教会，我们就来溜，就受不了。那怎么装得下呢？我就叫钟臭生来，他聚会15分钟，他一定去抽烟，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嘛。可是他愿意认识神啊，可是你受不了。你知道戒烟也要时间吗？我觉得很多很吊诡的生命现象就是，我们愿意天天人数增长，可是我们的心却不容易让神天天扩张。好吊诡的生命的信仰，
我在看台湾教会的转化，我蛮难过的。蛮难过的原因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参加国事论坛、国事牧者论坛，你知道吗？全台湾200-300个牧者在饭店里面去论坛，然后最后有一个宣言，2个宣言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宣言是2015年，那时候是2011年，2015年台湾的基督徒15%，啊，第4条是台湾派出2000个宣教士，啊，迄当阵差不多400几个500个。啊，咱基督徒迄当阵差不多5.3、5.4%。他说要在2015年15%。那2012年我又参加牧者论坛、国事论坛，我又去了。2013年我去的时候，我哭了。为什么？剩2档啦，啊，咱的数字拢同款啦。啊，祈祷嘛是喊足大声的，嘛是安尼哇，堆心肝讲主啊主啊，15%。可是我们在这2年，2011到2013，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行动做了什么？我们差派的宣教士做了什么？2014年我就不去了。那2015年目标没有达到，然后就上修到2020年，过来15%，啊，过来2000个宣教士。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用这样子口号教条，我们的信仰是假的。我们的信仰是活的。什么叫活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今天结束离开到任何的地方，公园、家里、学校、公司、工厂，这样子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信仰就是活的。如果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个信仰就是死的。再喊教条，再喊15%，我说不要15%，10%都不可能。只要我们活出来，我们迦南长老教会这群人活出来，我们就好好为一个人祷告，我们关心几个人，好好为几个人祷告，然后去爱他、关心他，不管他信不信主都没关系，你就爱他、关心他、关心他，就这样子，然后也为他祷告。他可以为我们可以接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他家里发生问题，我们就去关心他，做1年工作，就这样1年。我跟你讲，迦南长老教会倍增，绝对 double， 绝对 double。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体育大学教了15年。我以前后期的校长叫做周宏士，他在新北投长老教会，在罗牧师那里。他在新北投长老教会，他在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教会，叫做体大教会啊，不是大体教会哦，是体大教会，你知道吗？好，体大教会，我们每天早上绕着校园祷告，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教大学生，这样子教，带他们到户外爬山，这样子，我的大学生到毕业。这几年开始，我算过30%基督徒。我的研究所学生50%基督徒，50%，你就是爱他爱到底，不管他什么徒，哪一个佛教徒，什么都不管，你就是爱，关心他，陪伴他，了解他的家人，了解他的状况，了解他的感情，了解他的生活，就是陪伴他，就这样子。每一个学生家里做什么，爸爸做什么，妈妈做什么，爸爸身体怎么样，妈妈身体怎么样，每一个学生你就爱到底，就这样子，30%到50%。然后呢，我上研究所的课的时候，我有时候外校的人会来旁听，有一些是基督徒。我去年到师大我前年到师大，我去年开了一门课，有一门课研究所的课20-30人，20-30人哦，研究所课20-30人很多哦，24个基督徒。你可以品尝那个国度的滋味没有？除了教会以外，没有这么多地方是基督徒啦。除了教会跟福音机构以外，没有这么多地方是基督徒。你跑到什么产业工会啊？你跑到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啦。24个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语言很多生命的对话。你知道非基督徒在那个地方也在国度的文化当中被触摸，这叫做 majority， 基督徒的 majority。你别甲吃饭吃到一半，啊 waiter 跟你讲，先生，你的饭来了，你的菜来了，你要起来。你知道吗？因为他不理解，这不是基督徒文化的地方嘛。如果基督徒文化，他就会有这样对基督徒信仰的了解。这是我很期待，所以我来了，那么多大学、那么多公司、企业找我，包括新加坡、澳门、大陆企业找我，然后钟点费很高，非常高。然后我为什么要来呢？就是我去年去宜兰演讲，就拄到许牧师去谈到，就你知道吗？他就邀请我来。我来做什么？他说来跟大家分享。我说我有弟兄姐妹要来，要讲啥？讲体验教育，嘛怪怪。他到底讲啥？你要讲见证，讲福音。最近刚好出了一本书叫《登峰》，这本《登峰》，4月1号出的，竟然这一个多月、2个月，竟然卖了将近6000本。现在卖书1000本叫畅销书，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本书本来是要台湾非常大的出版社要出的，我不讲哪一家，很大，杂志也很大，很大的，我不讲哪一家，很大，我相信他也可以卖，可是他会把我里面的信仰全部抽得蛮干净的。我找了一家出版社，你听都有没有听过？这些出版社就格子外面呐、格子外面你有听过不？街啊外口啦，什么街啊外口，什么出版社我都唔捌听过，啊，你打电话讲给我，啊，伊讲伊是基督徒出版社，啊，要甲联络，我讲好，啊，讲你几个人，连头家3个人。我讲好，咱来讲，我讲为啥你的出版社叫街啊外口，格子外面呐、他说：“我那个格子的意思是教会，我的出版社要透过文字把教会跟世界连接起来，让非基督徒看到我们出版社出的书，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也让基督徒看到我们的书，觉得不会是不属灵的书籍。你知道是多难吗？啊，你去校园看，拢那样看，非基督徒袂买啦，袂买迄种册。啊，非基督徒看的书，咱嘛无啥物看，所以就怪。可是格子外面就扮演这个桥梁的角色。”我跟他那一天谈完以后，在新生南路谈完以后，我说我要为你们祷告。我说你们是小小出版社，但是有大大的力量，因为你是用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挑，就选我为什么来迦南长老教会？你想想，很多因缘，你知道吗？嘿，我10几个时候拢在家当公车呢，2号公车往虎头山，你知道吗？好，我住中山路，我家住中山路1216巷7弄37号，0336937226，我家电话我还记得，我非常清楚。我曾经在这边长大，我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说这个教会30年前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经过，因为打架也在这边打过，那边里面蛮多巷子我都知道的，啊，以前那边还有冰果店，啊，我都知道，所以。我为什么来？第一个我来，但是我今天分享完，我不觉得才结束就结束了。分享完绝对不是结束，每一次的分享，每一次的信息开始产生一个力量，叫做 contagious。这个 contagious 叫什么？传染力。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传染力，我们的信仰就会停下来。鼓鼓掌、拍拍手、照照相，活动就结束了。太多特会都是这样子，鼓掌、拍拍手、叫一叫，然后就结束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没有。行动有没有改变？没有。动作有没有改变？没有。跟神的经历呢？那时候有，2个礼拜以后没有。这是很直接，你我的信仰都一样嘛。我们走过那样的一段信仰嘛。所以我这个 contagious 就是跟他 SARS， 你知道吗？我得到 SARS， 马上一下子就传给你，让你再传给别人，你再传给别人，那个传染力很强。然后把圣经的信息、把生命的信息、把信仰的信息，像正向的传染力不断的传出去，然后去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同学，影响你的父亲，影响你的母亲，影响你的职场的老板、同事、主管、员工，我们的信仰就会有渲染力，就会有传染力，对吗？否则12个人为什么会带10几亿的人最后成为基督徒？这一定是有影响力的信仰，对吗？否则我们的信仰还是12个人嘛，还是那门徒嘛，表示我们信仰是可以出去的。早期我们就可以出去。那为什么5.6% 就很难出去呢？表示我们好像出去的那个传染力不够强。所以今天我来演讲，是因为我希望我演讲完，各位带着今天的信息出去，然后去影响周遭的人。下一次我来，如果被邀请来，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邀请啊？对，因为我来，我真的希望迦南长老教会就倍增。你们阿们吗？你们阿们，倍增，就爱一个人，不要业绩，我不要业绩，你就是爱他。他没有信主，你也爱他；他不来教会，你也爱他，就这样子，不要业绩。邀请半天，他来了，终于来了，最后他不来了，你又不关心他了，这叫业绩，因为他没有配你买保险。不要是业绩主义，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流露，不是业绩。你爱人就是爱人，耶稣爱人就是爱人，他被医治9个没回来也没有关系，他继续医治。这才是信仰，对吗？不要搞业绩哦。我们台湾搞很多业绩哦，是不好的信仰哦，这样子就不好，这种的方式是不好。耶稣不会这样子啊。这个画面我很喜欢。左边那个孩子在4月27号的时候，从尼泊尔地震的时候挖出来，满脸是灰，被尼泊尔的军队挖出来。我的同工5月初就过去了，
就开始去勘灾，而且损伤蛮大的。我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灾后重建计划，我要在灾区重建500户到1000户的 village。早期纳马夏88风灾，实际盖一个大爱村，对吗？我说开玩笑，那我们基督徒在尼泊尔盖个基督村，就这样子。那我们决定连接一些单位继续做这样的事情。那4月27号救出来以后，1个礼拜以后，这个小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露出微笑，然后这个头耳有一个伤口在这个地方，然后露出微笑。然后我看到这个就很感动，我就为她写一段话，我说她有千百种理由可以哭泣、难过、忧伤，可是她选择一种理由微笑。她有千百种理由可以哭泣、难过、忧伤，可是她选择一种方式让她走下去，叫微笑。可是我们一般人有千百种理由微笑，我们选择一种理由让哭泣、忧伤、痛苦，对吗？诗歌带不好，很痛苦；领会领不好，很痛苦；祈祷没祈祷好啊，很痛苦；功课不好，很痛苦，对吗？夫妻吵架很痛苦。你有千百种理由可以微笑，你就选择那一种理由痛苦，就这样子。可是他有千百种理由。OK， 这是尼泊尔，我对尼泊尔非常的熟。这个孩子很特殊。我的课到师大以后就很多人，因为体育大学不啥人，我们体育大学全校差不多2000个尔啦，啊2000个差不多有几百个拢无看的，为啥？拢是国手，啊拢去比赛，就像曾雅妮啦那些人陈彦博拢无伫的嘛，因为唔捌看迄人啊，啊一年看一遍就袂歹啊，校庆叫雅尼日，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你就看到他领奖安尼。但是我去师大的时阵以前一班才有20个，啊这样一班拢80个到130个，啊薪水平济。啊！你改作业就加5倍啊呢，你知影？嘿，上帝就是安尼。上主要呢，我有一门课叫野外心理治疗，有很多活动的课。偏偏呢来了2个脑性麻痹的学生，怎么办？我都要活动，要站起来跳哎。那2个学生，一个是行动不方便，一个是坐轮椅，就是这个，然后都不能参加我的课，我不能让他一活动就当观察员，一活动就当观察，看我活动，然后给我回馈。我说他就没有参与啦。我为了这2个人，我改了我1学期全部的教材，表示我看重这2个人的生命，我看重这2个人的参与。你知道，真的大牧者为了一只羊跑出去，他愿意去找吗？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的例子？你知道吗？大牧者为了愿意一只羊跑出去，他去找。你知道台湾现在有多少只羊跑出去吗？94只羊呢，你还不去找？94只，6只在内底尔诶，94只拢在外口呢。伊1只就走去找呢。咱94只在外口，这2个学生修我的课，修我的课，上我的课。我有决定学期末的时候要做啥？做垂降。垂降呢，就是从大楼大概30几米的高度垂降下来，然后用绳子垂降。然后呢，怎么办？他手没有力啊，垂降要放在我这里，然后一边放，像。那个救生员这样子一直放，然后垂降下来。他2手没力，他拿麦克风10秒就垂下来，就没力了。那怎么办呢？那我要带他，对吗？我要带他垂降。我今天5月1号带他去做独木舟。我不知道你做过独木舟没有？没有独木舟很好玩，袂变啦，你想会变是你自己乱叮当啦，我跟你讲啦。你也要变这一台差不多50几公斤，你要变嘛无简单啦。这个不简单，又在平静的河水里面，他第一次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带他去露营带他去龙门露营，然后带他去划独木舟，然后呢，回去以后2个礼拜后要垂降，他要签家长同意书。因爸看到尔讲，恁老师是起笑的，恁老师是读个歹语哦，互我垂降，就他争取半天，他决定要垂降，所以那一天我决定去带他垂降。我们绑好以后，我们从栏杆把它抓起来，放在栏杆外面，准备垂降。来，我抱着他，这是大楼，我抱着他垂降，很累，你知道吗？一个人就蛮辛苦了，2个人，他坐在我大腿上。我就跟他讲说：“孩子，你看我。”他就不看我。孩子，你看我，他就不爱看我，他就不爱看我。我孩子，你看我，他就不看我，不看我。最后到地板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很兴奋，因为轮椅马上就推过来了，轮椅让他坐了，然后绳子解开，他就坐到轮椅。我以为他会说：“耶，我成功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老师，我对不起你。我就根本奇怪嘞，啊，原来我下来的时候，我的手一直抓着他。我下来的时候，我说手好酸。然后他第一句话跟我讲：“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说奇怪嘞，应该很高兴，怎么对不起我？然后那是礼拜天，礼拜二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对话，我想要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那因为他下午就先离开，他有事情，然后我就跟他对话。他跟我讲了，他讲了，一边讲一边哭。他说：“我真的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别人的负担，多余的。为什么我爸爸不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把我掐死、捏死，然后要让我这样辛苦的活，然后别成为别人的负担？你知道他为什么讲对不起我吗？他一直觉得他的生命一辈子都是别人的负担，他一点都没有值得存在必要的活着的理由。你知道发生这事吗？”讲完，他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把这孩子的脸抓着，因为他不看我，我就抓着他的脸看我，我就说你看我，他终于这样，他的眼睛也是斜的，这样抬头看我，我就说你给他看我，我说看我，你听着老师说，听老师说，我说孩子，谢谢你让老师带着你一起去冒险，不是只有你冒险，老师是跟着你一起冒险，你让我的生命也开始冒险，我要谢谢你，我要谢谢你的生命这么尊荣的跟我一起同在。而且你配得，你值得让我带你下去。你是一个值得的孩子，你从来没有造成我的负担，你也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我就跟这个孩子讲话。这个孩子结束以后，写了一张小小的卡片，差不多这么大的小卡片，里面写了将近400个字。那个字多小，你知道吗？而且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这样写，表示他多认真的面对这一次生命的转变吗？你知道？我要看到我们的基督徒用尊荣的方式看待每一个生命，用非常细腻的方式看待上帝的创造的这样一个每一个生命，而且认真用心的对待这些生命。我相信转化绝对从这里改变，转化绝对从这里改变，绝对不是我们办非常多的活动。我们这50年来已经办了太多的活动了，全台湾的教会的活动太多了。我们差的是哪里？差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活动背后的意义带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去，看着每一个学生。我抱着那个学生祷告，我就跟全班同学说：“老师要为他祷告。”大学哦，80个人哦。孩子不讨厌你的信仰，孩子是因为人才讨厌你的信仰，绝对不是因为你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带着爱，带着爱的信仰。这另外一个学生他自己垂降，因为他手有力，他下午来，那个早上来，他打电话给那个学生说：“你怎么垂降的？”那早上学生说：“老师会带你下去。”他就好高兴，然后他下午就来了。他爸妈是牧师，然后就来了。我就看着他，我说：“来，双手握一下，看有没有力。”他一握，他的左手非常有力，因为我手会痛，所以我说：“守爱，你一个人垂降，就这样子。”然后他就一个人垂降下去，他很高兴，非常高兴。那有很多持续的对话。这个孩子也是非常疼爱的孩子啊。有一天他上课用跑步的，我很赶，他走路不是那么顺，我说赶快用跑的，来不及了，会迟到。他说：“老师你抱我。”我二话不说，我过去就把他抱起来。全师大的学生看了吓呆了，一个大学教授去抱一个孩子，抱去上课，那叫爱。他讲的话我听在眼里，我认真对待。当天晚上他跟我说：“老师，我已经将近10几年没有人这样抱我了。”这叫爱。我今天谈的很多的故事，我喜欢爬山，这是哪里？这是哪里？喜马拉雅，对吗？绝对不是虎头山，对不对？绝对不是嘛，哈，绝对不是石门山，对不对？对嘛？因为桃园人只爬这2座山嘛，还多一个跑去三峡白鸡山嘛，还是东眼山，就这样子嘛。差不多嘛，还是80，就这样子嘛。这边的山我都很熟。这是喜马拉雅，这喜马拉雅对吗？我能够拍得到喜马拉雅，代表我的高度一定比它高，对吗？我绝对不可能在后头山迄个山，不可能嘛，不可能在后头山迄个家。我喜欢爬山，我喜欢爬百岳，我不喜欢爬1000多公尺的，很热，蚊子又多，然后视野又不好。上了3000以后，那个视野都可以看到，哇，从花莲可以看到台中。那个视野都很高，我喜欢爬百岳，我就喜欢爬大山，我就超厉害的，我就去爬了70几座百岳，
我就觉得我很棒，我去爬山。然后呢，我去尼泊尔爬山。2007年我去尼泊尔爬山，那向导跟我讲说，我们有几座山，我们台湾有258座山，超过3000公尺，选了100座有特色的叫百岳，跟高度无关，一定要超过3000公尺，3000公尺里面选100座有特色的，叫做百岳。所以人家说攻百岳就这样子。那我去尼泊尔以后，那个向导雪巴人向导跟我说，我们的山有3000座超过6000公尺。你听我3000座超过6000公尺，低于6000公尺，英文字叫做 hiking。什么叫 hiking？ 健行啦，健行啦，6000公尺以下叫健行啦。所以你下次不要跟我说去玉山、雪山爬山，拜托，你去什么健行？健行啦。那你去虎头山、石门山干嘛？散步。对。你别讲我起来要去虎头山爬山，无。我要后头山散步，这叫做生命视野的高度不一样，对不对？以后迦南长老教会出去的时候，我要去玉山健走，就这样子。我要去玉山健行，我要去南湖大山健行，我要去奇来健行。别的教会看起来哇，恁去玉山是健行哦。阮教会去虎头山，敢若爬山嘞。我讲无，阮教会去虎头山散步尔，就安尼。程度无同，你知道？爬山也有爬山的视野的程度，你知道吗？我待会会介绍更多哈。我喜欢爬山，那我在体大呢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蛮有趣的，各位可以看这个计划，我做了9年的计划。来，国立体育大学这群大学生，他们要到尼泊尔帮助当地的孩童，不但得攀爬海拔6000公尺的高山，还要徒手帮当地的孩童盖教室。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们进行了很辛苦的山训，同时还要募款。不过他们要把台湾的爱心带到尼泊尔。我调一下哈。一张张的照片里记录着每个人的笑容，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美丽风景，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希望透过一方面远征，强化学生的领导力的这样的能力，也透过服务当地的居民，然后包括盖学校、盖水槽，或是甚至盖厕所。国立体育大学连续8年的户外领导课程，今年前进尼泊尔的坡卡拉。不只要登上2座6000公尺的高山，还要帮坡卡拉当地的小学盖教室，而且全程只靠学生的双手来实践完成。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大家密集的接受山训，虽然很苦，但学生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从海平面到玉山山顶，学生们都不放弃。大学这群大学生，他们要到尼泊尔帮助当地的孩童，不但得攀爬海拔6000公尺的高山，还要徒手帮当地的孩童盖教室。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们进行了很辛苦的山训，同时还要募款。不过他们不怕辛苦，要把台湾的爱心带到尼泊尔。一张张的照片里记录着每个人的笑容，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美丽风景，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希望透过一方面远征，强化学生的领导力的这样的能力，也透过服务当地的居民，然后包括盖学校、盖水槽，或是甚至盖厕所。国立体育大学连续8年的户外领导课程，今年前进尼泊尔的坡卡拉。不只要登上2座6000公尺的高山，还要帮坡卡拉当地的小学盖教室，而且全程只靠学生的双手来实践完成。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大家密集的接受山训，虽然很苦，但学生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从海平面到玉山山顶，学生们都不放弃义卖。OK， 这一门课是我觉得全台湾或全世界蛮酷的一门课。为什么呢？这一门课呢？是研究所跟大学4年级可以修，这一门课呢12个学分，你一修就要修12个学分，一当呢就当12个，老师很有权利，对不对？学生怎么敢给笑？12页呢，就当就21了呢，那研究所基本上就当光了嘛，对吗？12个学分，全台湾没有人开这种课，那这种课呢通常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要挑战很难的任务，第二个呢是要去服务当地。所以呢，我们这一年呢，在1个礼拜内要爬到6000公尺，然后下来，再2天下到3000多，再爬上6000多，就1个礼拜爬2座6000多，而且没有台湾人爬过。然后呢，学生有4个人从来没有爬过山，只爬过那个七星山呐、象山那一种山，台北那种山，就是类似虎头山的高度。然后4个没有爬过山，要经过4个月的训练。然后要爬这2座山。第二个任务呢是要去募款盖学校，12个学生没有在职班的学生哦，就一般学生哦，12个学生4个月募了100万台币，多不多？4个月募100万台币哦，不简单哦，这门课非常挑战哦。
哦，而且要看很多书哦。这个山各位看一下哈，这座山呢现在在 Pisang Peak 的大岩壁上拍的，来。这边呢是8000多公尺，这边是8000多。那我们在岩壁是6000多，是凌晨2点出发，然后每分钟呼吸大概45次，然后就挂在岩壁上挂了6个小时。那岩壁呢大概是45度，45度的斜度，然后就辛苦哎，很辛苦哦，就这样爬。然后呢要上厕所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你不能绳子解开就有风险，就会滚下去，滚下去就滚到3000多就结束了，就最是礼拜搬一搬就对了，哎，很辛苦哈，非常辛苦。然后到了6000多雪地了，到雪地了哈，辛苦吗？辛苦哈，辛苦还要往上爬，代表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吗？你辛苦不往上爬，就代表你放弃，你就不想爬了嘛。对吗？生命当中有很多很辛苦，却你愿意去做的，对吗？对吗？很多苦难你却愿意去做，耶稣就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吗？苦难，透过苦难来等待我们悔改，就这样子。所以这堂课非常有意思哦，我修这种课非常有意思哦，各位有空可以去走一走，蛮好玩的啊。视野拉高以后就不一样了哈。这7个孩子是我在印度德里贫民窟，我在印度德里支持着300个孩子，练3个教育中心。这7个孩子呢，你看，这有点远哈，你看他们的眼神都很亮。他们全家的消费额是0.75块美金，一天0.75块美金，大概22块的台币，就是全家整天的消费，5、6个孩子就这样子。可是他们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哦，他们没有念书，没有钱念书，所以捡垃圾生活，捡垃圾卖东西生活，就这样子，每天就是这样子。可是他过得非常快乐，他一无所有，可是就是他全然所有。你知道吗？我看台湾的孩子从小学开始眼睛没有那么亮了，已经混沌了，开始混沌。为什么？看手机，看，然后越来越小，然后看书，然后越来越严重。你知道吗？不一样哈，他的眼睛很明亮。你再看，这2个孩子是我尼泊尔的学生。3岁，每天走2小时路上学，走2小时路回家，走4个小时，穿拖鞋，你知道吗？你看他上课的表情，这在大学看不到了啦，没这种表情啊啦。上重要是唔捌在翘课的呢，唔捌在翘课的呢，行4点钟来回，唔捌在翘课。咱这个时代才有啦，为山顶行山骹去上课对哦，啊，放假骹安尼行过来。50、60岁、60、70岁都经历过那个年代，可是他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翘课呢。我回来就很难过，为什么？我师大的孩子宿舍才过了师大路1分钟尔，还搁翘课，我感觉这个意外。你看哦，人行拢无翘课，但是人的教室也无什么投影机，没有空调，然后是铁皮屋，没有窗户，暗暝暝，椅啊桌啊拢烂烂，啊，咱的椅啊拢跟他碰椅呢，啊，我们还翘课，他都不翘课。我一直在思考什么东西让人想学习，你知道吗？啊，我特别来讲，咱特别教授拢感觉自己 PPT 有 power 又有 point， 学生听起来连 power 跟 point 都没有，你知道吗？啊，考完试没有 power 也没 point， 你知道吗？哎，我问一个大学学生哈，我们讲你讲心理学哦。哦，我大学学生修心理学，我大3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心理学还记得吗？”他说：“老师，大1呢，我大1学的。”我说：“你心理学几分？95分。”我说：“那么好，应该记得一些吧？”然后问半天，问到他说：“我终于记得，我想起来一个实验，就是有一只狗在流口水，那叫巴夫洛夫实验呐。狗在制约反应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实验。”我说：“剩下都忘光了。”我说：“你才大3，只记得一只狗，啊，你毕业什么都不记得的，你知道吗？”啊！可是老师多认真，心理学老师多认真，你知道吗？哦，你知道耶稣做什么事吗？耶稣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医治各样的疾病，在会堂里讲道，如同看见羊没有牧人，你知道吗？就怜悯他们，所以差派他们工人收他的庄稼。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感谢主，我走了75个国家。我一下飞机，很多地方机场都有弹孔的，然后武装警察在那边看着你所有的行动，还有弹孔的。到最繁华的欧洲，
你知道我看了非常多，只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全世界没变的是，每一个人需要的生命被耶稣的生命触摸。这件事情是我永远没变的，放在我，你看这个孩子几岁，你知道吗？8岁，中间那个8岁，他不是我学校的学生，不是我尼泊尔山上学校的学生，但他很可爱啊。我没有孩子，我就跟那孩子聊天，我聊了20分钟英文，他跟我聊20分钟尼泊尔文，可以才开讲一张，伊甲讲尼泊尔文，我甲讲英文，可以才开讲，讲到尾啊20分钟了我来讲 You are beautiful， 那个尼泊尔的 yes 这样子 ，yes， 就这样子。You are beautiful， 你很漂亮。他说 You are pretty， 你很美丽。他说 Yes， 就这样子。我说他到底听得懂还听不懂？所以我去年寒假又跑去问他说 You are ugly， You are ugly。他说 No， 代表他听得懂嘛哈。然后呢，我就去喜马拉雅照相，我说带他 photo， 看，他就跟我走，然后就照，因为我学校在喜马拉雅山腰下，这个是安纳普纳8000公尺。然后这是鱼尾峰7000多公尺，我就是可以看到300多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沿部我全部可以看得到。我就一边照相一边聊了60分钟以后，我真的觉得她很漂亮，我就说 Can I take second photo？Second photo 就是照第2张相。我照这第2张相的时候，你注意看哦，我有一次在彰化演讲，有一个彰化大学教授教模特儿美姿美仪的，他说这张投影片一定要给我，我要跟我的学生说什么叫天生自信的动作跟天生自信的眼神。我后来看越像，真的是有自信。人生第2张相片，来，8岁，你看他的眼神，模特儿的动作，对不对？你看他脚跨出来，你知道吗？8岁，我1年大概有50场会去学校演讲。学校演讲完比较有趣的是，孩子都会找我照相，他就跑来跟我讲：“小文老师，我要跟你合照好不好？”我说好，没有问题。全台湾跟我合照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全台湾都一模，从小学到大学一模一样。每次我演讲完了，没有人敢做这个动作，全台湾又变成这个动作，赞，就这样子。你知道我没有动作，我们这2个动作以后就没有动作呢。你看这小孩子人生第2张相片多有自信，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教育真的好好玩哦。上帝创造每一个独特不一样的个体，每一个有独特不一样的个体，透过教育可以把大家教的一模一样。台湾真的好好玩哦！台湾教育真的好，把所有的恩赐教的变成一种恩赐，就是会记忆考试背诵。不会考试的人就是没恩赐，会考试就有恩赐，对吗？好好玩，我们教育真的很好玩，你知道吗？你看这孩子超有自信，重点后来我们聊完以后，我都带他回家，所以总共在山下20分钟，在山上60分钟，在下山10分钟，总共90分钟。你知道吗？我终于想到了，他右手那个10几公斤的妹妹，他抱着都没有放下来。一个8岁的孩子，他的体适能多好啊，有没有？那这些婆姨天天讲才对哈。你知道吗？他手没有放下来8岁，看一张相片，9岁今年我就不放了，因为我觉得他老了，我就没有放他相片。我有拍，我真的有拍，我今年寒假有去。他跟我讲说 ，I'm going to get married， 他要结婚了。他，没有，今年10岁，再2年他要结婚了，小学毕业要结婚了。你知道全世界有几千万这样的结婚吗？你知道吗？全世界有几亿的儿童劳工，6岁、7岁就在从早上上班5点上班到晚上12点，5岁儿童劳工，全世界非常多。前几天是儿童劳工日，儿童童工那个日。OK， 这个阿嬷，不能叫阿嬷了，年轻叫阿嬷，现在要叫她姐姐，就这样子哈。因为有一次我被记者访问说，请问这位长者，我说我跟你恭喜啊，他访问我说我是长者，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头发开始变白会变长者啊。这个姐姐呢住台北火车站地下室，台北火车站地下室在寒流的时候有一票的街友，有一票的街友会睡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个车子一打开的时候暖气就来，因为排放废气就是暖气嘛，所以外面是8度，里面大概是15到18度。所以他们虽然那边是温暖的。那去年的圣诞节，因为我知道除了恩友中心跟少数几个教会以外，大部分的街友是没办法来一般的教会，他也适应不良，我们也适应不良。我曾经一个人在下雨天，然后讲完道，
抱着70几个全身湿的街友，抱着每一个人去抱他，在前年的圣诞节，然后70个街友全部哭了。我相信耶稣也会抱他们。这位街友认识了几年，然后我就去，因为圣诞节就给他一张卡片。那这位街友呢，因为生日，我们就买了一个6寸的蛋糕为他庆生。庆生完呢，他就拿起蛋糕，我们有3个同工，连我跟他4个人，总共4个人，他就切蛋糕，一切了4份。我说阿姨够了，我们4个人刚好1人1块。他不听我的话，继续切，再切10片，切10片蛋糕，我就傻了。我说阿姨，你切10片呢，你要做什么？他说小马老师，我旁边附近还有9个朋友，我要把9/10全部给他们吃，我自己吃1片。我听了啊，我没有半片呢。他大概觉得我很胖，所以不需要吃。我没半片，他把9/10，然后我看他旁边是保特瓶跟纸箱，是隔天要去卖的。然后他把9/10给别人，他自己吃1/10。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拥有那么多，我们只给出1/10，够吗？我们的心1/10，他的心9/10。我觉得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我们是全然奉献，那个全然奉献到底是什么样的全然奉献？我真的在学的，我在他身上学功课。当世界看他的眼光不一样的时候，角度不一样的时候，他却教我人生很深的功课。9/10给别人，比我够全然。我喜欢问青少年是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吗？据我知道，台湾几个大宗派年轻人聚会的数字一直在下降，对吗？对吗？基督会嘛是，浸信会嘛是，卫理公会嘛是，几个教会拢是安尼。这个都是普遍问的问题。那我先问大家，因为在座很多成人，青少年是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吗？是吗？是不是？是哈。你不希望我们80年以后、30年以后、50年以后，还是我们这一群人嘛？我们希望越多新脸孔越好，对吧？对嘛？我们真的是这样希望吗？我就问说是吗？我说答案是错。这小梅老师就奇怪，专门跟人家作对。我说什么？青少年是社会国家什么？现在跟未来差很远了。现在你现在就可以成为希望了。我介绍几个例子给你看一个是我的学生，20岁做了一件事。赤脚徒步环岛，募鞋子给印度跟尼泊尔。学生因为从小家境贫困，一度连鞋子都穿不起，因此发起了徒步环台募鞋活动。长长的游行队伍走在路上，仔细一看，怎么有人赤脚走路？最前方的这一位就是大学2年级的詹尚义，拉着简单行李，徒步迈向第18天的环台行程。那我在小学里面是教踢足球，那踢一踢小孩的鞋子破掉了，当我没办法买一双新鞋给他，或协助当地购买一双适合他们的鞋子。从小父母离异，爸爸车祸过世，四处流浪在亲友家，甚至连鞋子也买不起。因此，他决定用行动帮助有需要的小朋友。上个月开始，他独自徒步环台，希望靠自己的力量，用45天的时间为孩童募集。20岁的孩子，他走了一圈1100公里，够行哦，够不穿鞋啊！1100公里啦，不穿鞋啊，募了70万台币，45天，厉不厉害？还蛮厉害的，对不对？教会今年年轻人应该打个赤脚再走一圈，对不对？募款当宣教津贴，不容易，你知道吗？那个毅力真的不容易，而且过年1月19号到3月2号过年要住别人家，对咱台湾人过年要住别人的厝，那是不好的。但是他为什么？因为他从小被离弃，他住了45个寄养家庭，他现在所有的家当都在体育大学，只要他搬家，所有家当都要跟他跑，因为他没有家。没有家的人，一个20岁，妈妈不认他，哥哥不认他，爸爸死掉，他妈妈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信了耶稣，然后开始改变生命。70万其实不多，他从去年走完到今年，已经演讲100多场了，将近有20万个孩子听过他演讲。这个后面力量才大，这个远远超过70万，懂吗？那个是数十年的影响。一个20岁的孩子。他这样走到丰港，转南回，走到太麻里，这样打赤脚，拉着车子走，安尼行啊！你即马腾车卡行到台头车头，你就动不了啊！
对吧？啊，伊登家他行到台东，然后呢，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子就陪他走一段路。这个老头子呢，就是我，就这样子。因为我总觉得老师应该陪学生走一段路嘛。这段路也许4年，这段路也许1学期，也许2小时，也许10公里，我应该走。那一年是那一天是去年的228连续假期。那连续假期呢，就车很多，北宜嘛，他已经走了40天，北宜车很多。伊阿公老师吼，啊，咱228车足多啦，啊，你行内底较安全，我行外口，啊，我甲你保护，我讲好，啊，我就走里面，啊，一边走我就一边动不了，一直跳，为什么？因为里面小石头很多。你看，车轮都把石头滚进去了嘛，对不对？那里面小石头很多，很痛，你知道吗？我这样前面2、3公里真的很痛，就想办法走到那个白线里面。可是有时候白线还有石头，怎么办？我真的说不出口，说上义，要不要你在里面，我在外面？为什么？人家走40天呢？你看一卡，那个水泡最大的是这么大，然后破掉，纱布包着，再穿袜子继续走。你好意思说上义，你行来对不？这10公里的路，我一直跟他对话，一直跟他对话，谈起被遗弃的经验。他只看过他妈妈5次，加起来4小时，这一辈子。这样的一个孩子，生命上帝都用，上帝都会用。不要轻看每一个被上帝尊荣所创造的一个生命，看待他，上帝会使用他。我带他去印度给鞋子。我们拿了几百双，可是不够，我们就在当地的贫民窟去做。可是贫民窟不帮我们做，你知道吗？我说问为什么不帮我们做鞋子？他说他们不配穿我的鞋子。什么叫不配？他们是贱民，贱民不配穿我的鞋子。我说拜托，我钱给你，我从台湾来，我都爱你们的贱民，你没办法。他说 no。然后我们跟他讨论，最后他做了。做完以后，你知道吗？这些鞋子他们是这些贫民窟孩子的第1双鞋。本来我以为大家就按照号码发一发就好了，没想到我们当地的牧者同工，因为我们当地有伙伴关系，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孩子叫名字来前面，一双一双把鞋盒打开，鞋子把脚放在鞋子里面穿完再换下一个学生，搞了2、3个小时。我说超没效率的。可是我问牧师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I need to honor every kid。”我必须要尊荣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你看这样的牧者啦，你感动啊！我想到的是什么？效率嘛。我10分钟就做好的事情，搞个3小时。他想到的是什么？生命。我们有时候被带坏了，你知道吗？有时候被带坏了。我们看的是业绩，看的是活动，没有看到耶稣蹲下来，眼睛偷偷瞄行淫的撒玛利亚妇人那个非常怜悯的眼神。那一个动作美到一个地步，写字，然后我相信那个怜悯那个妇人瞄了耶稣，耶稣也瞄了他。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眼神的对话，那个叫美。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流出那个信仰的美，而不是信仰的活动很多，人数吓死人。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啊，我们每天活就好了。我们去林进台牧师那里。在在福山长老教会，他有一个方舟计划，然后去花莲裕东国中给原住民鞋子，就这样子，我们就是开始给一个20岁的孩子可以给那么多哦。那接下来谈谈爬山。有一位登山人，他说他爬过玉山、雪山、南湖大山，甚至玩攀百岳，就很自豪的说自己是登山家。而他身旁有一位爬过珠穆朗玛峰、圣母峰8848.9次，或是攀登过 K2。8611公尺，26% 的死亡率，或是安纳普纳峰8091公尺，39% 的死亡率的他，谦卑的说他还在学如何登山，希望可以进步一点点。我很爱爬山，我很爱爬山呢，我爬了72座百岳，每次爬山的时候就会碰到山友，他说：“先生，你百岳提几粒？”我提50几粒，提60几粒。我讲你几岁？拢40、50岁。好，安尼伊来讲，我讲先生，你百岳提几粒？我讲吼。我3年前我百岳吼，我行2遍，我行200棵百岳啊！我你几岁？你57岁，大哥你有够厉害的，百岳行2遍200棵嘛，200棵百岳。我说有够厉害，大哥就死啦！我你讲啦，爬山无遐简单啦，
你知哦？我跟你讲，我会使甲你帮助啦，我地图啦，啥物拢有啦。你有代志，来敲手机给我，我拢甲你讲，我资料拢传互你，安尼，你加油，少年呢？啊，拼几年，看我都拼超一个百岳哦，我听了，好，我讲谢谢大哥，安尼。然后我2007年去爬喜马拉雅，呢，我就碰到我的向导雪巴人，我就问他说：“你去过圣母峰吗？”他第一天不回答我，第二天你去过圣母峰吗？不回答我，第3天不回答我，第4天不回，第5天他跟我讲 yes， 就这样子哦，就是尼泊尔人就 yes 嘛，就这样 yes 哦，然后我就说那去几次 ？How many times 几次？第6天不回答我，第7天不回答，第8天不回，第9天不回答我。第10天跟我回答 ，Only 9 times I'm still learning， 只有9次我还在学如何爬山，只有9次我还在学习如何爬山。你有听过啊？好，我介绍一个人，这是我好朋友，叫阿帕雪巴，身高跟我一样高，后面是希拉蕊林线，上去就是圣母峰，就这样子。哦，这是雪巴人，雪巴人是全世界最会登山的民族，现在已经确认了。他在7000公尺以上，大部分的雪巴人红血球带氧量是一般正常人的2倍。98%人爬上圣母峰都是雪巴人带上去的，1.5%没有雪巴人的尸体还在上面，就这样子。0.5%是靠自己爬上去的，这是雪巴人，超厉害的。他们的工作呢是做什么呢？最下面叫基地营，最下面这个叫基地营，5346。一般人爬山都爬到基地营，从基地营到登顶那个过程呢，通常花1个半月左右做高度适应，然后最后登顶回来到基地营，哦，就这样子。高度适应呢，就从第1营这里，基地营走到第1营下来，第1天、第2天走上去下来，第3天走上下来，第4天住在这里，这叫高度适应。然后走上去下来，走上去下来，走上来住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背的重量是8公斤，8公斤，每天上去下来就好了。而雪巴人背多少呢？他背椅子、桌子、帐篷、燃料、绳子，什么都背，氧气瓶什么都背，一次呢背30公斤。然后呢，一天走5次。然后呢，你很气，为什么？你走1次，刚出发没多久他就来了，背得很重，就跟你讲，拍拍肩膀说加油，就这样子。然后他就上去了，然后下来，他又背很重，这又肩膀又拍拍你肩膀，他说 keep going keep going， 叫你继续走，你就很气。然后再走一段呢，他又从后面赶上来说 keep going almost 快到了，你又更气。他就这样走，这叫雪巴人。然后最后一天呢，在第4营登顶，看天气这2天都会很好，9点东西都弄好了，9点晚上9点登顶，他就带着你走，他带着你出发就带着你走，他绝对妈的路不好，路不平，我给你用他扁着啊，继续走，哎，快到了 ，almost 到希拉蕊林线，他说 keep going almost last minute 最后1分钟就到了，那个最后1分钟是最后3小时，就这样子哦。那都骗人的 ，last minute 都是 last 3 hours， 就这样子登顶。然后呢，登到顶端你就要照相，因为很多赞助嘛，赞助都照10分钟，因为那单行道，所以你要赶快下去，不然下面的人，因为登顶的时候有时候100-200个人哦，所以那过程当中要下来，下来怎么样呢？一般登顶跟下山的体力是60跟40%，60%上山，40%下山。可是我们有登顶压力的人，通常会花90%的体力上山，10%的体力下山，所以下山就没体力，怎么办呢？他看到你没体力，他二话不说把你的手拉到他的肩膀，拖着你走，给你拖啊，拖了路比较平，他看你没力，他干脆把你的背包8公斤背包丢给另外一个向导，他就背着你，你可能95公斤哦，或是80公斤哦，他就背着你，像我70公斤，他可能就背着我走了1公里，然后在冰河裂隙，在7-8千公尺哦，在冰河裂隙再拖着你走过那个楼梯，然后最后在基地营把你丢在帐篷，然后你3秒钟就打呼，3秒你就开始讲。啊，他就坐在旁边烤面包吃，在聊天。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开记者会，登顶英雄。我说，到底谁英雄啊？到底谁英雄啊？你知道吗？我碰到台湾几个欧都纳去的向导，你知道吗？七顶峰的向导，你知道吗？他说，香秀珍 ，she is mentally strong。我说 how strong? When she feel very very tired, she still can follow me。他说，当江秀珍很累的时候，他还跟得上我。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那个人很轻松啦，就这样子，对吗？我们台湾最强的很累的时候，他还可以跟上向导嘛？你知道吗？这个雪巴人有一次他们在玩游戏，他说没有一般人没有带人登顶的时候，自己雪巴在玩的时候，从基地营出发爬到登顶，再回到基地营15个小时。我们是1个半月，他是15个小时，那就给他给哈。他如果不是去赚钱，他不会做这种事啦，对吧？他真的是赚钱啦，因为带人登顶，他可以差不多1年的收入就够了。
你不要以为他一年收入很够，20万台币，可是有生命危险啊！最近就死了10几个嘛，对啊，那是有生命危险。这个左边就是阿帕薛巴，你知道吗？他是我的向导，2007年是我的向导。然后呢，第一天在352,600敲我的门，早上6点敲我的门，go。然后我就很高兴，他说 Good morning, Dr. 谢哦，我说 Good morning， 然后就听到他很高兴，我就跳下。那时候他第17次爬上圣母峰啊，他就是4年前第21次爬上圣母峰啦，21次。各位弟兄姐妹去过士林夜市21次没有？不，一个圣母峰21次哦。你不呢？一个圣母峰21本，你知道他敲门，然后我就很高兴，我就把门打开，你知道吗？他跟我讲 Good morning, Dr. 谢，跟我鞠躬哦。17次爬上圣母峰，那最强的，全世界最强的人哦。他在我面前说 Good morning, Dr. 谢，我说 Good morning, Dr. 谢吧。他就端一个盘子，你知道吗？他端一个盘子，上面就说 Good morning, Dr. 谢 ，Milk or coffee， 奶茶还是咖啡？17次全世界最强的一个登山家，在我面前弯腰低头跟我说 Milk or coffee 啦，你做得到吗？我真难想象，我师大的校长在我参加活动的时候，校长6点半在敲门，门打开，我的校长拿着盘子。你知道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拿着盘子跟员工说 Good morning, milk your coffee， 你做不到哎。他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登山家，如果你没听过他的人，大概你就不是海外远征的人啊，对吧？你就是爬虎头山的人，就这样子，你就不认识他。他每天呢，然后每天到基地还有热毛巾。就这样服务我，而且没有任何的不甘愿，或是矫情，或者任何觉得服侍你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没有。你知道他在美国演讲一场多少钱吗？1个小时3万块美金。可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骄傲的表情在你面前服侍，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大到弯腰低头不会损他的尊严跟价值。弯腰低头不会损他的尊严跟价值，表示这个世界够大了，对不对？我们动不动哎呦怎么样就弟兄姐妹就怎么样，你世界真小，安呢就安呢，唱个诗歌也要吵架，换个诗歌也要吵架，你的世界只有诗歌大嘛？我师大的孩子上课，他说老师你心情不好，8点上课，他说对啊，我说什么事情？我那室友很可恶呢，我每次买维力炸酱面晚上都给他偷吃掉，我就很可恶呢，每2次维力炸酱面，我说你的世界只有维力炸酱面啦。对嘛？蚂蚁踢蚂蚁，蚂蚁受不了；蚂蚁踢大象，大象会理他吗？大象绝对不会理他。当一个大象的服务者，叫做谦卑的仆人，却又是领导，叫做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可以弯腰低头，不损尊严价值，而且没有任何的矫情，你知道吗？最好的领导者是这样子的，你会震撼很多人。但是华人世界里面很少找到这。我有一年跟台湾的某政务委员出国，你知道吗？政务委员哦，蛮大的哦，在美国出国考察。早上6点半，我真的幻想那个政务委员敲我的门，然后端着奶茶跟咖啡问我。2007年我回来以后，我跟学生去爬山，爬嘉明湖。你知道嘉明湖在高山的天使的眼泪，他在那一边，学生在那一边，在这边。他说：“老师，我明天要起来看云海。”我说：“好。”我说：“我起来我就先叫你。”我真的3点多起来，起来以后我现在还早，我就干嘛？我就煮咖啡跟可可给他们。我真的煮哦，煮完4点半了嘛。4点半因为蛮远，那个嘉明湖其实蛮大的，然后晚上灯没有很清楚，我只有头灯，我就拿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就装了12杯，我就很小心走，我真的我要模拟那个阿巴薛巴就走，他走到一半，我发现太阳起来了，哎，云海太阳散了，然后快到剩下50公尺的时候，整个云海都不见了，然后太阳全部出来了，我就很气，因为帐篷里面12个人没有一个人起来。我超气了，少年人困来叫我要看云海，看日头就看无，我就很气啊！我国家敢有希望哟？然后我就差不多距离50公尺，我说算了，我就蹲下来，一个人就把12杯全部喝完。你知道吗？你知道服侍一个人，如果你的位置比他高，你的地位比他高，你的拥有东西比他高，你要弯腰低头，那是一种能力，没有那么容易，对吗？你要更敬佩这一群人，对吗？OK， 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功课让孩子看到世界之大，就懂得谦卑弯腰，可以弯腰。世界只有自己，就不会有谦卑弯腰；世界很大，你就可以谦卑弯腰。你看到的世界太大了老师、父母的世界有多宽广，孩子的梦想就会有多大，对吗？对不对？我待会会跟你讲故事。老师的父母生命有多深，孩子的生命力就会有多强。
你知道吗？知道哈？不要孩子晒个太阳你就觉得舍不得，真的啊，咱国家就没希望啊，对哦。你会不会担心以后你95岁的时候，你的孩子65岁，他跟你说妈爸，我65岁啊，我要住安养院，你给他找搭一间好不好？你讲哦，你会养出这样的孩子，你知道吗？你会养出这样的孩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哦，我出来我有学生住高雄嘛，就2个礼拜嘛，大一开学2个礼拜，我说你心情不好，我说我想家，我说你家住哪？他说住高雄，我高雄不是高铁快的话100分钟，台中直达的，台中高雄就100分钟啊。他说好远，我说你这样来回啊，晚上还可以睡宿舍。他说好远，我说不会啊，你2个礼拜前跟爸爸说再见，看着爸爸去铁轨把橘子捡起来，就这样子。然后你跟他再见，然后到师大念书这样子，然后2个礼拜你就想家了哦。你知道我可以打聊去北京大学客座，碰到北京来的，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新疆啊，新疆我只知道乌鲁木齐嘛。我说新疆，他说乌鲁木齐哦。我说不是，乌鲁木齐还再开车4个小时，因为他爸爸在监狱工作，所以4个小时是很荒野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因为那犯人才跑不了。我说你要回去多久回去一次？他说1年回去一次，春假的时候。我说回去要多久？连开车连坐火车大概3天。我说好远，他说还好。我说天哪，一个住高雄说好远，然后一个住新疆那个3天说好近。你知道我最担心的事情是2030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强国时，咱台湾的囡仔会惊哦，准备好面对这一场非常大的对话。我们不要说是竞争，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互动。我们够不够宽广？我们虽然有岛屿，我们的心胸可不可以跨到国际去？已经准备好了。我真的担心，因为现在复旦的、现在北大毕业生1个月4-5万块台币，会不会在15年后，因被存10几万，咱个4万块？他会不会有一天说我们要去偏乡服务？那个地方叫做三重。你真的要看到这15年后的发展。我为什么这么急？对孩子、对青年人为什么那么急？我已经50几岁了，我不应该跟青年人和在一起来爬山，带他们去服务。为什么？因为台湾要交给他们，他们现在15岁，15年后是30岁，咱台湾要交给因呢。我52岁，15年以后我67岁呢，我会不会变成街友？我都不知道呢。每个月把我退休金扣500块回去，怎么18%、负15%嘞？你知道吗？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样大的挑战跟这样大的环境，如果我们不投资孩子，那怎么办呢？6岁的孩子可以做什么？想想看，我一个学生，龙潭人，中间的孩子叫陈轩，6岁，他带着他孩子做什么呢？在6岁的时候去大陆，2009年去骑丝路，骑了2100公里，所以写了一本书叫做《2100公里的礼物》。我6岁，我骑丝路。出了这本书，6岁骑2100公里哦，因爸就骑到头前，阿姨就边安尼对，6岁骑2100公里，6岁哦，所以你的孩子12岁要骑多少？4200嘛，就这样，以此类推嘛，对不对？18岁6300，就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以前体大学生都会环岛，骑脚踏车环岛，一个人环岛，很多女生都一个人环岛，然后环岛1次2次，就这样，差不多都1-2次啦，环岛骑脚踏车环岛。因为骑脚踏车，我在台湾很安全，你知道吗？只要悠游卡就可以活了，对不对？你连路都有7嘛，都有全家莱尔富嘛，所以都可以活。有悠游卡，你都没有问题啊！我就环岛，然后呢，我去师大以后，我讲说师大以后未来的教育嘛，每次口号都讲得很好听，说不要把教室当作全世界，要把全世界当教室啊，就好听还有，不要把教室当全世界，要把全世界当教室嘛。啊，我去的时候，我就跟师大孩子说：“老师带你们去骑脚踏车。”他说：“好啊，我们从师大客家园区骑到青年公园来回6公里。”我说：“6公里而已，不可能啦！老师怎么会带你们做这种小事呢？我们最起码要骑到淡水来回60公里。”他听了以后说：“啊，老师会死掉！”我抓一条，怎么会死掉？因为我体大学生都环岛嘛。我说来到师大。我说不会死，他说老师会死。老师，你看我们的指甲画得这么漂亮，我们的睫毛，你就知道不是骑脚踏车的人。我说我体大是休闲系，也不是保送生，他们也骑啊。他说老师不一样啦，9月很热呢，因为刚开学嘛，9月很热呢，会死掉。我就想我怎么会死掉啊？我说不会，真的不会死。
我跟你讲，我们出发客家园区出发，左边有一个医院叫三军总医院，然后骑一骑，如果没体力，到台北火车站跨合体有一个医院叫台大医院，那骑到双连跨合体有一家医院叫做马街医院，骑到竹围跨合体有一家医院叫竹围马街医院，就到淡水了嘛，对不对？沿路就有医院，回来沿路也有医院嘛，死不了嘛，顶多送急诊病患 ICU 病房嘛，就这样子嘛，那个 intensive care 嘛，那个重症病房就这样子嘛。加护病房怎么会死呢？没有死嘛，他们就说服半天。那一年我没有说服成功。去年我真的带了100多个人从台北骑脚踏车骑到观音山，再从观音山滑回来到巴黎，从那边回来。对，会骑脚踏车真的没有什么，可是你要带100多个人呢，还有一个人给我骑 U-bike 呢，因为他租不到脚踏车他就骑 U-bike 上去，你知道吗？今年8月，我要带200多个孩子骑脚踏车环岛。后年，我要带一群学生从拉萨骑到加德满都。你知道老师的世界有多广，孩子的梦想就会有多大。你不要说，为只骑到中立就翘起，我跟你讲，骑到好老山你就翘起，无遐困难啦；骑到真大就翘起，无遐困难啦。上帝不会创造这么弱小的人，在你身上一定有伟大的计划，因为他是伟大的。你同意吗？伟大的上帝怎么会随随便便创造一个人？除非人把他当成随随便便。你没有很认真的看待上帝创造的一个人。我那个全身脑性麻痹、没有力量的人都可以这样垂降的，谁不行？只有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心中充满了懦弱、胆怯、害怕，不相信靠着耶和华凡事都能做。就这样，你知道吗？骑脚踏车，12岁做什么？这个孩子呢，高雄啦。在座有没有高雄人？高雄人，文府国小，12岁，当年毕业。他要知道我那一年要去安纳普纳爬5416公尺的山。他说：“老师，我要跟你去。”我说：“好，你去过哪里？”他说：“他去过高雄柴山。”我说：“柴山不是在看狗呀？”我说：“去过柴山要看狗呢。”他说：“你真的要去？”我说：“你要运动哦。”他2011年8月7号爬上5416，是他人生第2座山。第一座山叫柴山，第2座叫5416，就这样子。12岁哦，这一个也是12岁。他爸爸是花莲美伦浸信会的蔡志坚牧师。蔡牧师很喜欢爬山，可是当上牧师以后就没时间爬山，所以呢送孩子来爬。他的孩子在3年前就跟我去安纳普纳，2012年的时候也爬上了5416。他以前只去过美伦山，就这样子，100公尺，他现在就爬上去。12岁呢，12岁呢。你看这12岁的小孩，南投县国姓乡长福国小，国姓是跟古关交界处的国姓乡，灾区的孩子，他们在921那年出生，所以呢，他们毕业的时候看到我要帮尼泊尔牧储水槽，要盖储水槽，因为他们的水污染，所以可以喝干净的水，所以这8个小学6年级的学生，把5年级的美术作品编成一本绘本叫《倒地林》，6年级的美术作品编成一本绘本叫《探索之旅》。印了2000本，然后这8个小学6年级的学生义卖了20万捐给我。偏乡国小，青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吗 ？No， 现在。你未来你哪时候50岁以后是吗？不是，60岁呢？未来到底未来到哪时候 ？Now， 你知道我们去尼泊尔当志工最好的助教是10岁，因为最能同理小孩子学数学、学自然科学的困难，我们这些老人家已经不知道那时候的困难了，对不对？可是我们成人都有骄傲，我要跟10岁一起同组，可是他最容易跟学孩子打成一片。我真的看到那个10岁孩子的美，他们真的是国家社会现在的希望。16岁可以做什么？这个孩子呢叫戴安。去年台北市民生国中高3的时候，我带去尼泊尔，然后呢，他喜欢音乐。他去年回来以后，暑假又在那边待45天。他那时候15岁，然后待45天做什么呢？研究尼泊尔的音乐。那后来考上明湖高中，明湖高中1年级他就写了一个企划案，他决定募100万，高3以前募100万，帮助当地的学校盖音乐教室，募音乐器材，然后给他6年小学的音乐教育教材，根据尼泊尔的课程。一个15岁、16岁的孩子，青少年儿童是国家社会现在的希望。我真正看到。他的名字我永远记得，因为我家在台北，每次做木栅文湖线的时候，通常都会喊他，叫做戴安展导疗。
叫戴安长，他叫戴安，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一个15、16岁的孩子。我再一次说，孩子不是不能飞，是你把翅膀绑起来。孩子不是不能飞，是你把翅膀绑起来。孩子不是不能动，是你连动的平台都没有。18岁可以做什么呢？这4个孩子是我以前体大2008年大1的孩子。这4个人拎着4台脚踏车，在2008年7月拎着脚踏车飞到海南岛特别行政区，坐船坐到广东最南端徐闻县海岸。4个人就开始骑脚踏车往北骑，骑到哪里？哈尔滨。我跟你讲，6岁2100公里，18岁6000公里。我真的不是讲假的，真的6000公里。这里是哪里呢？北极村在哪里呢？漠河大兴安岭的极北。后面就是苏联，后面就是苏联，后苏联呢，这交界地啊，北纬50度。4个大1的骑到武汉，2台脚踏车被偷了，然后就随随便便买2普通的淑女车继续骑完。你知道吗？孩子很厉害的，这个生命世界对他到现在都有影响，真的有影响。4个人骑到天安门，2008年发生什么事？不是64啦，64 1989啦。2008年是北京奥运，北京奥运不是64啊。就天安门，就手举起来，把脚踏车举起来 ，yes almost。快骑完了，骑到2/3，我就完蛋了。这孩子会骄傲，真的完蛋了。骑到4500公里就骄傲了，然后感谢上帝，来了一群65岁到70几岁的长者，牵着脚踏车进天安门，然后是外国人。这4个孩子就过去跟他打招呼，就说 Hello, where you from?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就这样子，你从哪里来？你好吗？对方回答他，你就知道从哪里来。Bonjour， 从哪里来？法国。这20几个65岁到70几岁的长者，从法国出发，骑到东欧，再骑过中亚吉尔吉斯，再骑过甘肃丝路，最后骑到北京，就这样子，总共骑了6个多月，18000公里。然后问他退休问他为什么要骑，他说退休以后没事干。我说我们好多人退休没事干，就坐在门口看人，看到中午吃完饭睡个午觉，再出来看人，就这样子。怎么退休会差那么多？不然我们退休就会说，我少年的时阵，我以前少年的时候，我以前做主管的时阵，我以前没未来。那这一群人有未来呢？65岁到70几岁的长者，他有未来呢。他觉得未来可以做什么事？他未来从东欧就快进入中亚，中亚再快进入中国，中国再到丝路，最后快到北京。我说为什么来？他说参加北京奥运开幕。我说天哪，骑脚踏车参加开幕。你吓一跳，你知道，真的吓一跳，你知道。后来这4个孩子聊完以后呢，赶快把脚踏车收起来，头低低就走了。为什么？因为知道世界比他想象中的大，人真的没有好骄傲的，人真的没有好骄，真的。圣经讲的谦卑，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是要知道有伟大的计划。要行出伟大的计划，是属于上帝要你行出伟大的计划，但是人要谦卑。世界真的很大，我跑了70几个国家，我后来发现真的太大，比你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太多了。你觉得对吗？我都觉得不见得。有很多你认为自己的文化观到那边就不太对哦。OK， 这孩子为了1919急难家庭走路环岛，在2011年的时候就募款走路环岛。帮助台湾的急难家庭，那是他呢影响那个打赤脚环岛，因为他穿鞋子嘛，那个学弟就说学长你穿鞋子了，我穿鞋子走一圈也没什么，我就酷一点，我就打赤脚，打赤脚完，我在想，如果那个打赤脚的学弟要环岛，那接下来怎么环岛啊？会不会用爬的？就这样子，很有趣吧？这个孩子也是中辍生国中的时候跳八家将跟正头，然后呢，高中念彰化达德商工汽修科，后来被拉去念保龄球，就保送到我系上。他叫小黑，绰号叫小黑。怎么样呢？发生什么事呢？他英文很不好，我就问他说：“小黑，你是体保生，英文念给我听 ，ABCD 念到 Z。”他说：“老师，你不要逼我。”我说：“我没有逼你，我要帮助你。老师大学念体育系。”然后他说：“
真的念哦，好 A B C D X Y Z 念完了，再见，就这样子。我说中间呢，他说中间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啊。可是他毕业了，他真的毕业，4年就毕业了，因为他视力2.0嘛，就这样看一下就毕业了嘛，啊。他有他生活之道哈，钟作生有他生存之道，他可以活下来的原因。那毕业以后，他就在培训公司的时候，看到外国人都会怕，所以他决定跟老板请半年假骑脚踏车。他就自己一个人飞到美国的波士顿东岸，一个人骑脚踏车骑到旧金山，一个人骑了7000公里，一个人啊，英文很不好啊，那怎么办呢？啊，吃就有问题，但是还好，全世界有个共通标志，是人类的某种希望是 M 字的，在黑暗中一定看到那个黄色的 M 字。叫麦当劳对吗？全台湾全世界都差不多。May I help you? 1. May I help you? 2. May I help you? 3. 4, 5, 6, 7, 8, 9, 10, 12. 结束了，绕一圈，然后再来 1, 2, 3，就这样子，吃了33天麦当劳，就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其他店他都不敢去啊，英文不敢讲，啊，英文不敢讲，他以为吸管是 hose， 吸管是 straw 不是 hose。他以为圆圈管子都叫 hose， 他说 Can I have hose？ 对方就拿个水管，然后说不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孩子这样骑回来，他现在敢跟外国人讲话了。我学生都蛮不错的，就这样骑哈。22岁可以做什么？这个孩子叫兜兜，22岁，东海大学社会系毕业，去年8月1号被我带到尼泊尔，现在还在尼泊尔。22岁，至少当1年的志工。不是16天的志工，1年哦，22岁哦，做什么呢？我在山上成立一个妇女手工艺的，我们在台湾有卖她的产品，好，你上网露天可以找得到。我们就让这些妇女有工作，因为这些妇女先生都没有回来了，有时候已经当外劳就死在外地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训练她有赚钱的能力，很多妇女都没有办法赚钱。所以呢，我们训练他有赚钱的能力，然后孩子就是登记这些、训练这些，然后呢，22岁的孩子就把货弄完，就到波卡拉这样寄回来，然后在台湾卖。22岁的孩子做这些事情，让这妇女10几个妇女有工作，能够生产，然后帮助我做教育转化，帮助我做公共卫生转化，以信仰为本的社区转化的宣教工作。那他就是这样做，然后带着这些妇女去做。哦，我们成立一个 SHA 的社会企业，就这样做。这是兜兜这个小女生非常有趣啊。对不起，我的孩子还小，我的先生不让我来，我怀孕了。这是兜兜做的纪录片。他下个月要结婚了，但我的生命有幸和持续为妇女组成的阿莎一班一起走一段路。她们是一群像女孩的妈妈。一大早，我喝着她为我煮的香浓浓的奶茶，她则和时间赛跑。孩子准时上学。不对。她是阿莎班中唯一的女孩，她超爱漂亮。可是，在这山区，爱漂亮还是得做粗重的工作，像挑水。她是住最远的妇女，走了1个多小时来受训。没有15组工具，但我们有17位妇女。我是很担心他们会吵架，但他们却建立深厚的情谊，甚至照顾彼此的孩子，以维持良好的培训。好，时间关系，这是22岁的孩子做的。我很勇敢去放手。我很勇敢的去把孩子放手，在所有的思考以后，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的学生从澳洲回来，他跟我讲：“老师，我去澳洲2年。”我说：“很好啊。”我说：“去哪里？”他去墨尔本，去雪梨。我说：“做什么？”他说：“打工游学。”我说：“不错吗？”他说：“对，我存了第一桶金。”我说：“什么是第一桶金？是100万。”然后我听了以后，我说：“你做什么？”他说：“老师，我非常辛苦，早上6点多我就第一份工作，然后做到晚上。我的工作是剪羊毛。”我说：“天哪，回台湾没有羊可以剪了。”然后我说：“你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他说：“没有。”后来我有一个反思：如果你真的不缺钱，不是很急着需要还助学贷款，我真的觉得30岁以前是投资脑袋的时间，之后是投资更多几桶金的方式，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子，我就决定。
我想要把台湾的孩子送出去到偏乡，然后做整个社区的转化，以后回来会为台湾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心中不是只有讲赚钱，他想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这是我慢慢对台湾青年人的期待，所以我现在送了几个孩子出去了，就这样子。那身障朋友可以做的什么事情？这叫庄富华。庄富华，你们不知道认不认识这个小女生？好，这小女生很特殊。这励志的故事是有关于一个全身瘫痪的女生庄富华，她完全失明，脖子以下也不能动，只剩下听觉。但是她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今年还设下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要环岛旅行。今年28岁的密码女孩庄富华，用头撞击接收器，发出密码代替说话，安慰四肢健全的人不要怕挫折。10岁那年，庄富华在一场火灾中，身体失去了功能，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眼睛也看不见，只能听人说话。但他很努力地学习跟人沟通，用他还能动的头部，透过专门的密码表和电脑表达他的想法。好，这叫庄富华。10岁的时候，邻居亡火，昏迷3个月以后，颈部以下瘫痪，眼睛看不到，嘴巴不能说。18岁信主，26岁出了一本书叫《海天浪》。27岁我认识他，26岁出了一本书，27岁我认识他。我带他到四川安慰灾民，因为很多四川的居民手断掉、脚断掉，很难过。我带他去四川安慰灾民，安慰这些失亲儿，在四川成都演讲，讲给这些中国大陆身心障碍的家庭父母亲，跟他们讲。残障不是一种诅咒，是上帝另外一种祝福。你看，一个多元障碍的人可以在这边跟你分享。认识我就是冒险的开始。3年前我们带他去冲浪，他在冲浪板上冲浪。我不知道你冲过浪没有？他的勇气多大，你知道？我们的手能动，脚能动，我们都不敢冲浪了。他手不能动，颈椎都不能站起来，只能趴在冲浪板上。他决定要冲浪。2年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去做滑翔翼、飞行伞。你不知道做过没有？他做飞行伞。有一个大学生听完我说他去做飞行伞，他好勇敢，他马上举手。大学生说：“老师不公平，他眼睛看不到，他当然不会怕。”我是觉得白目啊，怎么？我说你蒙眼你也做嘛，对吧？我说真正的内心的勇敢，即使身体有限制，他仍然可以大胆飞翔。但是内心懦弱，即使身体没有限制，连起飞都不敢。很多我们的孩子，飞机有了，燃料有了，驾驶技术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就差一个勇气，坐在机场里面把飞机起来，对吗？还躺在跑道说啊，别人怎么飞得那么漂亮，就不敢坐到船舱去飞出来。你看他这样做。去年更夸张的是，他开了一场2小时的音乐会呢，然后叫乐团帮他演出他的曲子，2小时呢。一个眼睛看不到、嘴巴不能说、颈部以下瘫痪的人，他有这样的能量，不简单。感谢主，他这几年带了几千人信主。你看，他的生命就被主用了。主不会随随便便创造一个人，除非你自己随随便便看待一个主创造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牧养，这个叫郭伟奇。这2个人呢，我这2个学生就带他去七星山。他没有手，七星山好爬，1120，但是没有手不好爬。他没有脚，爬到七星山呢，1120呢，没有脚，他的休息是这样子呢。你知道吗？我在去年带师大学生上七星山，爬到七星山顶的时候，我师大跟我说：“老师，爬山真的要靠毅力哦。”我说：“天哪，七星山还要靠毅力？不是散步吗？”你知道我一直对教育有很深的期待吗？吴思华是我的老师，我真的有很深的期待，要全世界当教士那个期待，所以我把学生带到很多地方。你看，在10天以后，我们带他去雪山，3201公尺，这个是3400公尺的369山庄。那本来要登雪山主峰3846，不然3882、3884哈。可是后来那一天下雨就没有登了。可是，在2年前在去年对不对？去年4月22号，他爬上玉山主峰。从他老家排云到玉山主峰，真的就这样上去了，真的就这样上去了。他真的走上去，真的走上去，不容易嘛？不容易哈，那是毅力。不要小看上帝的创造，真的不要小看。我这几年越来越深的经历。他今年呢骑脚踏车环岛，前一阵子你有看到一个残障的骑脚踏车在各派出所照相，
就是他郭伟奇，谁带的？就是我那骑脚踏车的学生跟走路环岛的学生带他环岛的。生命会影响生命，这句话绝对不是假的，就是你的生命一定会影响下一个生命，下一个生命会影响更多的生命，这叫 contagious， 叫传染力的生命。讲完这个，我们会休息一下。我觉得上帝创造人是狮子一样有力量。我在肯亚难民营工作的时候，我顺便去肯亚萨菲亚国家公园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狮子远远在100公尺的草丛站起来，因为有保护色，我吓死了。然后我就跑回车上，赶快拿照相机照，他就对着我吼了一声，我照相的时候，他旁边的动物全部跑光。然后动物跑光的时候，地都会动。狮子是非常有力量的动物。我常常觉得上帝创造人就像狮子一样是有力量的，很可惜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有可能把狮子养成猫。乖啦，什么都不要啦，乖啦，你好好念书，什么都不要做，你什么都不要做，我帮你弄好，说没有关系，乖啦，没有关系啊。所以每天我要开车上班，我在敦化南路一带一定塞车。因为敦化南路有太多学校了，但3排停车，为什么3排？因为他一定要把孩子载到门口放下来，孩子才不会累到，才不会晕倒，所以一定要停在校门口。然后我还有一个看到校门口停车，以为孩子就拿着书包走到校门里去，竟然没有，竟然是另外一个玛利亚小姐拿着包包，然后走5公尺，再把书包给那个男生。我说台湾要交给他们，你敢吗？多走3公尺都会挂掉的。那台湾，我们准备当街友，你知道吗？以后我们在地下室相遇，不要忘记小萌老师分蛋糕给我吃。我对猫没有歧视，但是我要很清楚、慎重、认真的看待一个上帝创造生命的意义感跟计划，以至于我们不会轻看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基督徒的生命才可以感染更多人的生命，这是我看待人的方式。我待会下半段会讲我的见证，跟我这几年所做的，包括我自己的身体的样貌。各位不知道我有心脏病，我有严重的心脏病。你不要太小看上帝的创造，除非你自己先用你的经验来框架上帝的作为。我们休息一下好吗？谢谢。